云林县政府虎谷资源中心的智能居家生活馆今仔日正式来启用，包括有灶骹、便所、客厅、寝室等等的生活区，希望透过这个智能生活设备，让长辈者、让身心障碍的朋友生活起居更加安全利便。云林县第一座智能居家生活馆伫今仔日正式启用，甲虎谷智能购物处做伙结合，唔但会使互厝内各种设备自动化，嘛互时代和新长者的生活更加利便。不管今天是属于身心障碍朋友，或者是属于失能的长辈，那在这些相关的生活辅具上面，那相关的可以减缓这样的一个他的这个失能的样态啊，那也可以让他的生活更便捷。自灶骹、便所、客厅，甚至是啉水的杯仔，各项物品设备拢有经过详细设计，拢有符合时代或者是新长者的需求。结合智能功能的设备，到哪来到一个全自动化的厝，佫会当提升生活品质。云林县呢，针对辅具的代偿垫付的制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完善。所以呢，我们所有身障朋友在这个部分的辅具申请可以减轻很多的压力。他只要付差额就可以买到非常好的这个辅具目前智能居家生活馆拜1到8五唔免注文拢有开放，云林县社会处嘛欢迎民众来体验。伊会当发觉讲原来咱的生活会当遮方便，透过遮尔侪辅具的这个协助，互咱的遮身心障碍者拢会当和一般人共款享受到一般正常的生活。面对目前高龄化的社会，若有智能设备来斗相共，嘛会使为时代或者是新长者提供更加完善的照顾。